正史是纪传体，那是编年体。编年体，哪一年发生什么事？编年体。人物传记纪传，人物传记纪传，人物传记你看帝王本纪，然后人物传记。你看历史都是记载人物为主的，人物有大人物、一般的人物，你看帝王的本纪，然后英雄重要人物的传记。所以你看历史只要都是人物传记的，正史是人物传记。但是《资治通鉴》是编年体，它从古代写到那个北宋之前五代的后周。从东周好像三家分晋，那个时候开始，还要再研究。它是编年体，写给北宋皇帝看的。